咱来点辣条吃呗。那就拿一根啊。行，我就吃一根。一根啊。哎呀，刚才嗓子不好受，怎么了？给你。我晕。给你了吗？都吐上了吧？不吃了。那我吃了。自个儿吃吧。哟，美女，美女，美女有事没？美女，美女有事没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啥？回光返照。妈的你！哎呀！不亲我，你还抢我包是不是？哎呀！早上5点钟，我们来下经理吧。哟，你看你身上爬了什么？看你身上啊，妈呀！哎呦！啊！媳妇儿啊，以后我俩吵架能不能不动手？能。那老公，以后我俩打架的时候，我动手打你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还手？能。我试试呢。你说没还手吧？我再试试。没逼完了。你咋的？你咋的？他打不了？打咋的？打我怕你啊！因为我刚好遇见你。Cheguei na balada, doidinho pra habilitar. A galera tá no clima, todo mundo quer dançar. Uma mina me chamou e disse faz tchu-tcha-tcha. Perguntei o que é isso, ela disse vou te ensinar. 儿啊，啊，快点，你爸在底下等着你呢。马上，快点的啊！快点。妈，这鞋整的，这鞋整的，这啥呀？这鞋给我弄的，这鞋给我整的，你是不是造外人呢？哎，新娘来摆个造型，好，新娘往新郎那边靠一靠，靠一靠，好。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喂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这船！明天下午就去了。来呀！哎，我们的钱呢？我来不到啊！啥子？来了个18岁的女网管，你确定？是D不是 B 啊？要人啊！D 着呗。华佗。不走啊 ！Hello， 那个还偷枪，哎，那个还偷枪，那个偷枪。对象录像，你打啥字嘛？有钱呀？他这钱嘛，你不该打嘛？他偷手机的钱的吧？